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同埋本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發展商送嘅鞋櫃。廚房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係望住成個內園嘅景觀，望到泳池同遠處嘅山景。洗手間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後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係成個內園嘅景觀，亦望到遠處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放完雙人床之後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網嘅工作。窗外係對住成個內園嘅景觀，望到泳池同遠處嘅山景。如果各位想睇柏傲莊嘅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